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高高讲哈文》，我是民主。今本年你来到关西，关西头牌是一个出差的台中头。来到关西呢，一定要喝一杯关西出产的好茶。所以今天我带大家来这家茶烘，来去看看哦。天哪，这些全部都用陶做的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！老板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民主来抽啊，喝的是茶。我们先来教观众朋友讲一下这个茶行单字怎么说，好不好？茶烘。对，没有错，茶烘，茶烘。对，但瑞士不茶，是不茶。对呀，瑞士茶。哎，瑞士茶。对，是不压茶。什么叫做压茶？压茶是电机啊，摸管机的，不给自家压上的茶，压茶。对，这个真的太厉害，这个是。喝茶已经不是重点，这都是你自己做出来陶土。而且老板，我发现啊，在这边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典故，有它的。有，可以你看到这个砖都是100年前的老砖。真的哦，对，关西老街上这边。你讲马丹啊，这马丹至少80年以上，这是我祖父他们那时候做木匠的椅子。因为之前放了标我会讲摆台，所以会把它拿进来。拿进来的时候又在做这个桌面。是。这个桌面也是不是一块板子，是好几块板子拼起来再处理过的。对。这个电扇也是50年前的嫁妆，都是别人的。每一样东西的年纪都比我还要大了。对，你看那一套漫画书是民国60年左右的漫画书。天哪！对，那也是这边关西书店的一个老板阿里姐姐，她送我一套书。再教观众朋友讲一整句的客家话，这是叫做有空来喝茶。哦，有闲来食茶。没错，有闲来食茶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有没有发现赖老师他不但是一个艺术家，还是完完整整的生活体验家哎？我们今天跟着老师呢学了许多新的词，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茶行，茶烘，茶烘。第二个就是来喝茶，来食茶，来食茶。第三个我们来学一整句话哦。来看到就是有空来喝茶。有闲来食茶，有闲来食茶，这样都有学会了吗？有空也去找赖老师泡杯茶聊一聊吧。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